来看高铁是出现一寡状况，今仔日早起呢，通讯系统异常。虽然讲伫个要晚11点的时阵有抢修好势，也毋过也是有真侪班列车呢是延误超过60分钟，影响差不多是2000个人。这高铁是有出面来回答的，也有照规定来办理退钱。这延60分钟以上的人是会当坐免钱的。 列车慢分才到，月台顶大批乘客排队等待。早起9点19分，高铁发生通信系统异常，全线营运拢受影响。随启动闭环机制，由高车站接着控制列车运行。受这个影响，有列车要临时停车。我们是在苗栗后龙嘛，刚好在山东那边停下来。有停下来？对，停下来，停了大概10几分钟吧。就离开新竹以后，这中间就停了，停了20分钟。 有旅客为中部就罢，到的时间延迟大约半点钟，来到台北车站列车看榜，路人就罢，几啊班列车拢显示延迟。高铁交通广播过前派人力协助旅客。旅客非常抱歉，由于通讯系统异常，耽误您的时间，敬请见谅。 高铁公司表示，会依照旅客运送契约办理退回。旅客到目的地车站时间，若比时刻表规定时间慢30分钟以上，无满60分钟，退函实收票价50%；满60分钟以上，退函转押票价。实际原因不知道，对，没有讲。对。就行程就被影响。对，有被影响到。基本上就是配合高铁的运作了，因为不然就是搭捷运自己过去的。 不少商务旅客行程受到延误，高铁公司表示，紧急抽修了后，应伫10点49分修复完成，各车次渐渐恢复运行。这件通信异常事件造成大约4班次延误超过30分钟以上，影响大约2000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